接獲投訴後，記錄詳情，包括單位地點、時間、性質及投訴人的聯絡資料，以便日後跟進及備案。Control 及保安主任安排人員到單位視察，到達現場後，先仔細檢視受影響的位置，觀察有冇明顯裂痕等徵狀。須得到住戶同意，拍照留存剝落現象及環境，作為報告記錄及日後追蹤的依據。告知住戶，保安人員的職責是觀察、記錄並向管理層匯報，不涉及檢修或判斷技術問題。若情況嚴重，可能引致結構安全隱患，例如脫落風險，應立即通知客務處緊急處理程序。若情況輕微或已沒有再剝落，告知住戶將會轉交工程部跟進。有關部門稍後將會聯絡。Control 及保安主任根據同事的相片及記錄資料，製作 Incident Report 或 Zap Card 作跟進。以住戶及公眾安全為先，如有需要，優先處理現場圍封及勸喻疏散。保安僅需負責資訊收集、事故報告及現場安全，不可自行進行任何技術維修。所有跟進步驟及通訊必須記錄於 OB 簿及 Incident Report 內，確保有完整備案及問責。及時通報、詳實記錄，有助日後追查責任，避免爭議或法律責任。